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啊，愛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一本書啊，按照行業老地方嘅時光機，時光機客家話講時光機好誒。佢其實啊講嘅當到台灣，大家唔知嘅地方嘅故事，啊大家可能一開始會想講，一本書上來用嚟去了解佢，用嚟去討記咯。其實我做佢唔單止係地方嘅故事，佢還有當到讓作者嘅心情到地度，本行到地度做啲感受到，那我以前人對伊一個素材有乜嘅感受？故所來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來賓啊，就係一本書嘅作者來分享，地方車姐姐分享。大家好，我係地方車，我是地方贼，然後我今天來宣傳我的新書。哦，歡迎姐姐來到節目當中。姐姐教他嘅客家話是特別練習的。對，特別練習的。我昨天打電話給我爸，問他說怎麼講會比較好，然後就記注音。啊，對。爸爸係哪片行業？哪邊客家人？桃園新屋。桃園新屋，所以你係講西煙海陸都會講。我爸四線海陸都會講。太厲害了！因為他昨天就問我說你要四線還是海陸？很厲害誒！嗰種兩種腔調都會講來分享哦。爸爸係桃園新屋行業嘅姐姐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啊，唔過大家一開始聽說會知道姐姐嘅名很奇怪，叫地方車，叫地方賊，然後綽號還叫賊賊。對，同大家分享一下，這是你的筆名。對，這是我的筆名。對，然後筆名其實已經用蠻長一段時間。用了差不多6年的。哇，6年的時間，那中文該不會你要這樣名，為什麼會取這個筆名呢？因為它其實一般我會說偷地方的故事，就是比較夢幻一點，或後來的那個詮釋。可是因為我研究所的時候都是讀台大的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嘛，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然後我那時候的論文是做跟馬來西亞的族群有關係的，所以我會常去飛馬來西亞。可是，會覺得說就是只好像寫論文而已，好像有點太，就會覺得那些東西只有讓放在就是國家圖書館，有點可惜，就學術使用。對，學術使用有點可惜，所以我就想說，那把它就是寫成遊記的方式好了。所以就是想說，好，那就，然後就我們老師那時候剛有翻譯一本書，叫做《地方的理論書》。我想說，好，那地方，看我研究的東西也是地方，那地方我總不可能叫我記地方吧？就是這點好像就是有點怪。對，所以我就想說，那時候剛好我喜歡的女歌手叫戴佩妮，她也是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對，然後我就想說，他們發了一張專輯叫《賊》，然後我很喜歡，所以就想把它連起來，地方賊，然後就順理成章就叫到現在。對，然後後來就想說，因為有很多人問我，然後我一開始其實蠻害羞，說因為是因為戴佩妮的關係，就有點尷尬，所以我就會說，那偷地方的故事啊，什麼之類的。然後老一輩的人都會去衍生說，就是就跟文化有關，文化的賊啊，或者是之前廖天丁嘛，就文化的廖天丁之類。蠻好聽的耶。他們自己去連接，他們幫你想了一些很棒的這個小標題。因為有些老一輩人會說，為什麼要叫賊，就覺得好像不太好。可是當我去了解一些老地方故事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個賊好像是好的。那他就會自動把它往好的賊去聯想。不會，我跟你分享，因為我每次轉email戀愛轉到我苗栗的家鄉，然後因為我媽媽有啲個種菜，她有在一個小菜園有種菜，然後我大班苗栗轉到台北，回台北的時候，就會講點大包小包，裡面都是我媽種的菜，然後我媽都說我是妹的菜，就是女兒賊，也蠻好的吧？這也不錯，不錯，對，就是加點東西帶上。我是女兒賊，所以賊這個字，我覺得談起來其實蠻可愛的，對。今日姐姐就會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它叫做《走進老地方的時光機》。對，其實裡面的內容跟你hier素材剛剛有講到，其實是你在論文時期，你就有慢慢的在收集，對，慢慢的在撰寫。應該是說我其實一開始是馬來西亞嘛，然後那時候其實會趁機去別的國家玩，然後像是伊朗啊，或者是烏克蘭之類的，可是現在也都不能去了。對，然後可是那時候就寫的東西，我寫的東西其實會蠻精細的，就是可能跟文史有關。可是後來寫一寫才發現，就是
好像大家其实没有很想知道伊朗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文史的部分？对对对，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知道伊朗，好，我想法国南法的攻略。有什么好玩的？5日游好玩好吃的嘞，对，大家会比较想知道。然后我可能会写，例如说，葡萄牙里斯本的鱼市场，它可能13几年就是建造，然后就是要开始读历史的感觉。对。然后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可是突然点阅率有点差，那我想说好，那我就还是在乎点阅率就是，还是要在乎一下，因为这是要写给人家看的啊。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回来写台湾的故事嘛。然后刚好那时候，后来因为疫情。所以也不能太常去国外，所以就慢慢就开始写台湾的故事，之后就累积了比较多的文章，然后就是走进台湾的各个小乡去发现一些老地方，然后发现大家对于日常生活所居住的地方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当我写了一些可能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惊讶说原来我生活周遭有这间老屋或这条小巷，他们就觉得这故事不错。我们从因为一开始拿到要本书的时间，它其实几乎整个台湾都写进去了，从基隆一直到屏东，对，到屏东还有台东，到台东，整个台湾全部都写落去。然后我一开始拿到这本书，我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先翻那个企划帮我标的这个 mark， 不是我先翻我宿舍的手册，我就先从我认识的地方开始看，然后看看里面写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累积这么多年写的这些东西，怎么会突然间就被出成一本书？其实应该是说，其实之前就有出版社找我出过，那时候可能脸书流量也比较好的时候，点那个叫什么，很多人去看按赞分享。现在因为演算法关系就比较，现在可是就是那时候就有，可我比较觉得我还没有不够有自信，觉得我还没有能力可以出书，所以那时候就拒绝。然后刚好我最近自己的品牌在转型。就是我最近开始在写比较跟音乐或者是乐评、影评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有一间出版社在找我，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以前的东西来做一个整理，刚好就可以成为我的一个比较算里程碑的一件事情，所以才有这本书。姐姐说的整理花了很多力气，这个整理绝对不是说用录松给下钩文字复制贴上，不是这样子。对，你这些地方都是这些内容全部都是游记，你为了下一本书，为了要集结这本书，你还再勾再踢一遍，再去一次这个地方，对，然后重新去消化你对这些地方的情绪或者是感受。对，其实那过程是蛮痛苦的，因为原本其实应该是今年第2季才要发行，可是出版社为了赶在书展前，所以我只有一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要完成这本书。可是我不想就是用之前的文章，对，就是因为可能觉得有些朋友他可能看过了，所以我就决定，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你好用心哦。我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再去一次。然后有些地方真的再去一次之后有不同的感觉，没错。所以我就会回来把它跟过去的记忆或者是过去的心情做对比。然后比较痛苦的地方是在于，因为过去的记忆已经过去了嘛，可是我又希望我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的心情去写这本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我就会去透过听一些情歌，或者例如说基隆那个很悲伤，那章节比较悲伤，我就听很多情歌撑到那个快要哭的情绪，然后去写完那些。对，然后含着眼泪写，最后还飙泪了，就是像我那写了前10章，我都是在一个那2个礼拜我都在很痛苦很难过的心情去写这本书，才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的情绪和心情。哇，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天使一条前的观众朋友，你心情都唔会直接去到一家收餐吗？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不你安分的事情，结果你为了要出这本书，你必须要再去一次那个地方，对，然后你要在
重新再个复习一摆那个时候的感觉。对，所以就是你要把这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在1个月重新再回顾。对，重新回顾一次之外，也要再重新把那新的感觉跟旧的情绪再重新再交融。我觉得这里面文字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没错，其实这本书底都唔单枪写，也在素材，比如讲家个历史啊，家个算来家个故事系嘛，不仅只是写他的历史故事，其实有懂得是对于亚洲素材或者是这个建筑，去家个感情，你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对，里面有很多，我要怎么讲？我平常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会自言自语嘛。然后就是你这样讲，一开始人家觉得很怪，但其实我相信大家有，只是你没有讲出来，在脑袋里面会想。对，大家可能脑袋，这是怎么长这样子啊？那个怎么这样子？对，这个鸟好漂亮，这个老屋，上面怎么放一只鸟啊？好漂亮哦！它怎么现在还在这样？对啊，所以就把这些比较喃喃自语的东西写进去，然后也算是一种心情的抒发。对，所以像我在花莲那一篇，因为我那时候在花莲驻村，然后就看到一座桥，然后它有一个倒影，然后太阳会有倒影嘛，然后可能昨天是2点到那边，4点的时候到那边，我就说哇，你今天怎么影子长得不一样了耶，好漂亮哦！就是你发现这些小小的惊奇，那就会作者的观察力，然后你就会老亚的观察力全部下到亚本书底度，还有懂的故事同有爱同大家来分享休息下，等下再跟同大家讲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叫做《行業路地方嘅時光機》。其實一本書我知道，我親來去聽伊講，去定義說佢係乜個類型嘅書。因為我覺得我獲得各種不同的資訊，我很像在讀一類地方嘅小記。但是呢，我同時又讀到了，就是很像姐姐自己的日記的感覺。对，我想要問一下，因為你知道書店通常會把一本書擺在一個類別，對，然後跟你自己的定義，我覺得差蠻多的。那時候應該說，它真的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書，因為可能是因為原本是部落客轉型的關係，所以他們或者文史，他們會有些人會認為是文史工作者，然後所以就把它放在台灣史地。因為你確實本來就是這個專業啊。對，是這個專業，只是因為這本書，因為我也是我最近比較往文學的地方跑，所以這本書它其實比較會讀起來比較像是旅遊散文啊。對，如果我會把它歸類的話，我會把它歸類在旅遊散文，因為比較多是跟心情有關係的。所以放在史地的話，可能很多人會想說，可能裡面會得到很多老屋的建築的資訊或專有詞彙，對，可是這本書其實沒有，也還是有啦，有一點點，可是放在這，所以放在那裡會有點尷尬，對，所以我一直還蠻想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就是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抱着期待說，哦，我可能會在裡面得到很多，就是說關於老屋，這間老屋可能是咸豐幾年，對，就是建造的，或者是日治時候它有什麼樣的歷史，可是我可能只會沒有像以前一樣會帶到這麼多。在我的部落格時期，因為這本書我就比較想讓它是有我的情緒和感情在這裡面的，所以那個東西我就把它放少一點點，所以放在台灣史地，我就覺得有點怪，所以我蠻對不起如果在台灣史地看到這本書買了這個的朋友。不會，我真的會同他來講一下嘅，沒講嘅一開始拿到一本書，我就先翻東嘅去講書時嘅素材嘛，我先翻了苗栗，但是因為發現苗栗寫的是竹南，因為我在苗栗市，你知道嗎？然後我想說，好吧，竹南我沒有很熟，那我看看台北的部分好了，那就看南港，台北的南港，然後我就發現，當然有它的歷史背景的故事，因為我來都會台北的南港，嘿，東仙台是現在這個時候，你看有這個很大的這個 shopping mall 的時候，可是之前它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但是姐姐在裡面告訴我了，南港給笨蛋的故事，對。然後我甚至知道原來這裡面有一個戲院，我現在都不知道那裡有一個玉成戲院，我都不知道。對，然後
后这一些我真给他前几啊礼拜这样行都一条街红，我才想说哇，这个屋梁很漂亮哎，这个梁柱很美，怎么好像都没有人在发展它？然后就是一个 QQF 鬼老老旧旧的房子，甚至还爬满了藤蔓。对。然后你就把这个叹息写在里面了。对。所以我觉得你呀的故事全部就正理都懂得，韩沟，你可以看一下别人的心情是什么。然后我虽然不一定能够体会，但是 Angel 在感受到哦，原来别人看到这个建筑，我有暗涌跟心情都抵度，所以我自己觉得蛮有窥探姐姐的隐私的感觉。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书评，他就写说，就是他觉得虽然有些地方他可能说跟你家乡或者他住的地方，他看到他会觉得哇好惊喜，我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他的家乡或他生活的地方，可是他没有去的地方，他会觉得哦，那我知道姐姐的心情是怎么去那些地方的，那他也可以想象说，那我未来去这个地方，那会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这个地方？对，故事安永跟分享就懂 TP， 不过先对一般观众比较好入手的方式好了。如果要以一本书来推荐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姐姐会先想要分享哪一个地方？比较记得我想说香山不错。新竹香山，其实你推荐香山这个地方，很多人都问号，就是香山为什么？它是虽然它高中是客家庄，但是香山旅游，我现在一时之间我真的脑袋里面还想不出，我要去哪一个点旅游哦。对，所以我很好奇姐姐会怎么跟大家分享香山。因为我那时候去香山，其实是因为湿地艺术季，它每年10月到11月会办湿地艺术季，然后香山的湿地也是台湾保育最好的一个湿地。是哦，对，最好的哇，最好的之一，就是很不错的。我打最好的好像有点太绝对，对，太绝对，因为其实还有蛮多都蛮好的，保护得很好，例如说可以抓螃蟹啊，就是可以抓，就是生态还维持得很好。然后而且可是很多人会认为香山是在海边嘛，就是毕竟从南寮渔港过来，就是香山，然后就是海边。可是其实香山有山区的地方，然后山区的地方比较少人去发掘，然后那里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玉兰花产地。是因为这样才叫香山吗？不是，香山是因为它有两个地名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它以前有很多就是道卡斯族的原住民住在那边，就平埔族，然后所以就叫翻环，要不然这样讲，以前这样讲环，那所以就翻山。然后另外是因为种了很多香茅。不是玉兰花，是香茅。香茅，对香茅。白有懂得香茅。对，现在才种玉兰花。然后，如果大家有看过之前10年前的片子，有一个片子叫《男朋友女朋友》，桂纶镁、张孝全、凤小岳演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在那玉兰花园拍的。哇！所以其实香山它可以走山，也可以走海，而且它其实还有一条老街。竟然？对，现在还有。叫内湖老街。内湖老街，台北内湖。对，刚好我们录影的地方就在内湖嘛。对。可能电视台在内湖，然后那边有一个内湖老街，而且内湖老街的隔一条河的对面就叫南港。就是跟台北一样，隔一条河就是南港。隔一条河就是南港。内湖、南港都要连在一起，对，我也觉得很奇妙。没有，但是这是跟它的就是地理有关系。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内湖它的。新竹那个内湖，它其实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就是都底度跟一个湖，其实就是跟台北内湖一样的。台北内湖以前也是就是一个盆地啊，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内湖老街它不是那种观光化的老街，它就是可是老房子，然后可能就一家很老的100年的杂货店就正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就是一间就是小小的菜市场，就差不多这样子可以走完那一条。那我们讲完这个，哇，好漂亮哦！这个车站，香山车站，还有香山车站，对，它是日治时代的老车站，对，就是现在也是被列为历史建筑。还有香山的天后宫，它是用香山的那边的海边的那石头去搭盖的，所以它有一些工法，建筑工法其实是蛮特别的。哇，所以我们听完JJ讲完，就是跟文史相关，这史记相关的故事，然后跳白给 T 蒙的故事，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香山给你的情绪的感觉是什么？你对香山的建筑的感受？香山建筑的感受，其实因为我去香山那一天。
我是抱持着，因为是湿地艺术季最后一天，所以我就抱持着我。也不是湿地艺术季结束的，结束了，没有2天，所以我就抱持着我一定要看到展品的情绪去。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因为我之前去香香都是蛮快乐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快乐的情绪，所以我就觉得好，我就是一定要去。所以那天我就觉得好像你知道情绪好的时候，你做什么事都会蛮顺利的。然后我刚好一些艺术品都应该要撤了。我那天刚好其实就看到那些艺术品还没有撤到的，哇！然后就觉得哇，好幸运，很幸运的感觉，就是很幸运的感觉。然后又感受到海风，然后在山上我们就在山上迷路，可是迷路之后还是找到，就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可能被困在山上，然后最后还是找到出口，然后就看到最后一个艺术品在那，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你永远都唔知，人家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嘛该懂幸运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你突然间就遇到了，所以可能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刚好读到香山这一篇，你就会知道，心情变好哎。对，香山那边其实算是心情蛮好的一个。对，那刚刚有讲到爸爸是桃园新妇人嘛，那有关桃园，大家。头摆啊，有人讲吼桃园无嘛该好聊诶，其实各地都有，苗栗也很多人说无嘛该好聊诶。但是呢，最近的桃园其实都冇空用。姐姐在书里面没有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厅。对，桃园就是应该是我有桃园，我小时候是在内壢长大的哦，所以就是比较中间。对，蛮靠近桃园的。我家其实那时候是住在芦竹巴的桃园中立的，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认同就会很彷徨。哦，现在也是，就是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在读高中的时候，在桃园读高中，然后就有一间咖啡厅，它是在2楼。然后10多年前在2楼，然后我那时候女同学带我上去的时候，我不敢上去，因为。在2楼啊，对，如果你看那菜单，你不知道怎么下来，你懂那感觉？迄种提规个发，爱行爱照，好像无嘛该好意思，对，就感觉上去就一定要进去，所以我第一次不敢进去。然后我是之后到台北读书之后，刚好那时候桃园有个东门市场，他在桃园也有桃园有东门市场，他在拆迁，然后刚好那个咖啡店的老板是艺术家，他就有参加这个保存的议题，然后召集一些艺术家去做这个的保存的艺术品，对，所以我那时候才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是这几年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哦。他改位置了，他一样是在桃园的新民老街上面，只是他改成了他租下了一栋4、5层楼的老公寓吧。哇！然后1楼还是咖啡厅，然后2、3楼它就变成对，很漂亮。它就是3楼，然后3楼是就是展览的，就搞艺术家的地方，然后4楼是一个桃园人的一个聚会所。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是桃园老街的套餐。桃园老街套餐给我们熊新民老街套餐，因为它新民老街会有卖那个老油条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一个糖，就是小时候很常吃的一种糖，叫做什么麦芽糖。对。然后他把它们拼贴和一些就是比较西式的糕点拼贴成为一个 set 套餐。对，哇，很特别的。懂推背桃园就是无像去完美咖啡厅，其实迄个做在来到一家咖啡厅，做在抖音上呀菜体嘅物产，就像姐姐分享的，我说有咩係一個動體片嘅經驗冇，還有當內容會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姐姐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其實我啲讀姐姐嘅書嘅時節，我就一直想說，其實我跟姐姐嘅性格同腔，我們的個性有很多很像的地方。不過有一個素材完全冇共用，就係我發現，其實旅行嘅時節。某特別的規劃，你沒有特別的計劃，就是你可能會有一個小計劃，對，但是你不會，因為我計劃是有幾點到哪裡，幾點到哪裡，而且是可能是以半小時為單位，然後通車時間20分鐘，我沒有下樓梯，好精細，就每個計劃黑計劃都按用嘅長途，但是呢，我覺得
这去旅行的方式相对起来比较随性，然后每一面按用嘅他吃菜嘅方式，佢有可能就会有佢上唔到嘅意外的收获，对不对？比如说你去到彰化这个地方，彰化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候这本书里面最意外的旅行就是彰化了，就是其他其实我都有想说我要回到哪个地方，对，可彰化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在鹿港驻村，然后我那时候我其实就想到说，鹿港驻村那上一篇可能台中，对，就是这样子，台中已经走过海线了，我就觉得彰化再走海线好像有点怪，所以我就想说，那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想说，那我如果找到一个，我就打彰化老屋民宿或有哪边我就去哪边，然后我就发现西湖有一间客栈。它以前是老旅宿，然后改装成为老饭店。对，然后后来，那当天的时候我就在查说，那这附近的话我可以书写什么？然后刚好然后我又对族群也蛮有兴趣的嘛，就发现原来西湖附近的永靖、埔心和园林有蛮多扶老客的。就是客家人，不过家就唔可以讲客诶，已经被扶老化。对，然后刚好我云林的那一篇是要写伦贝和二伦，他们也是扶老客嘛，就是有诏安客家文化馆，所以我想说，因为我的书其实每一篇都会有一个小连结，那我就你都会故意做这个钩子，我在故意做钩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可以用扶老客去做一个连接，把它连接到伦贝和二伦，所以我才会到西湖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这算是这一本书里面最全新的旅行的体验。而且其实你还知道，你去拍相片，你拍的照片其实都很吸引人，尤其是那一些老建筑。对。然后像里面的西湖的街屋啊，我觉得那个连瓷砖的斑驳，或者是苏维都从门底都长出了，那个树从那个窗户破掉，窗户长出来，我都觉得那看起来好有感觉。我很喜欢拍那种，就是有一种在废墟中然后获得新生的小草在石缝中长出来。对，我喜欢拍这种裂缝重生的感觉。对，我知道，这对于按用它传统的东西，我们讲的古迹，甚至这些古迹不见得有被修复，可能它就是真的是让它放任到现在，按用跟用诶。其实你懂中医，你很喜欢，对不对？你喜欢古迹，你喜欢老东西。对，我喜欢老东西或老故事或老记。但其实你没有很老，你知道吗？其实Q C 我们一样大，对，一样大，都没有，虽然有一点年纪，但是某懂肉啊。对，这老灵魂啊。灵魂很老喜欢老的东西。应该也不是，应该是说比较喜欢边缘的东西，就像是可能我会觉得，就像是我会自言自语，我会觉得这间老屋没有人去了解它的故事，我会觉得他跟我一样边缘呢，我要去问一下他的故事好了。意外的，熊爱老给有一种连结感，熊爱堂给的故事，就是比较边缘的东西，边缘的事物，所以我就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是现在像老屋变成现在没有人去居住的样子，然后看他以前可能曾经繁华过，或者是曾经可能是一个大商店、大电影院、大戏院，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他现在好孤苦伶仃哦，那我去了解他，跟他作伴好了。对，我知道可能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知道，因为按呢，因为想到讲，想爱认识也都感觉很边缘的东西。不过我知道，愿意承认自己喜欢边缘的东西，就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因为就是你知道，大家喜欢的东西有分主流的，然后也有就是没那么受欢迎的。不过你会声音去跟他讲，我很喜欢这个部分，然后我还去研究它。然后很老雅的东西全部下到属地度，同太家来好分享。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谢谢。而且还有一个更边缘的，刚刚有我们介绍素材的同事讲，你有去到亚达维某，因为真嘅某你有去到这片，就是零落的故事。没有人会去那里，姐姐。林落真的是因为其实林落是因为会想要，因为其实屏东很多地方我都去过，对。然后这本书里面我选择林落是因为
那时候听彭佳慧姐的歌，有一首歌叫《归来》，归来，就是林洛上站，对，很有感觉。然后，对，那其实我其实之前就去过林洛了，只是听完这首歌更有感觉，我更下定决心，屏东这一篇要放林洛这个地方。对，而且因为林洛那地方我也经历了发生了一些很多的事情，像是要找一间古厝，然后没有找到，然后阿北跟我说他拆了。然后他才你有找到这一间古厝的故事？没有找到，有故事，但是没有看到他。对，没有看到他。然后走进去里面，然后发现有一个长脚的房子。然后我就问一下阿北，然后阿北说：“哦，这以前是印尼人住的。”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台湾有一批人，他是在70年80年代的时候，他就像缅甸街，或者是像是就是像是。台湾有很多的木栅那边有很多的越南人一样，那时候有印尼人，他是这样来台湾的，他们都住在林洛长治那个地方。对，这是意外找到的。意外找到的，然后另外一个意外的经历是有一个石碑，八卦碑，然后我也是在文史资料上面看到那八卦碑，然后我就到那地方，可是我看不到任何一个碑在那边。对，就是这亚种胸片，就这张相片。我就是说这个地方到底谁会来？然后其实这个碑，因为八卦碑通常是治水，因为那时候那个溪叫，我突然忘记什么溪，就是那个溪就很容易有水患，然后他们就会为了盖这个碑，然后就是去抵挡那个水患，对，然后有点镇煞的感觉，镇掉那瘴疠之气。对，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到一个阿伯在那边拜土地公，他在这个丛林之前，对，在拜伯公。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这个碑？”他说：“好像在那个里面哦。”然后他就说：“那我打电话。”他马上赖一个朋友过来，就说：“你带他去找那个八卦碑。”连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他不确定在不在那里面。然后他赖了那阿伯来，阿伯带了镰刀来，然后带我们去砍了很多个甘蔗啊。然后我们差不多走了10到15分钟，我才找到那个八卦碑。哇！对，然后听说以前那时候元宵节的时候，他们是会就是在这个林洛这边村庄会有一个祭典，是去在这个八卦碑去做就是朝拜。有一点像感谢他保佑，对，要让收财平安，这种感觉。对，因为这元宵节的传统民俗吧，只是现在比较没有人去做。然后我问阿伯，他说可能现在只有就是固定的时候初一十五会去拜拜而已，要不然以前好像林洛会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对，其實因為我有一部嘅一出啲嘅看安陽嘅老人嘅文化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對於一件事情，像剛剛看到的那個八卦碑，我們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好像就是一個碑。但是如果你把這件事情搬到西方國家，你跟國外來的朋友分享那件事情，他們會覺得哇，好酷哦！對，你為了要鎮住這裡的水災、太水災要掉，然後你建了一個碑，對他們來講，這是一件是到懂 TPA 的事情，很酷的事情。对，这是台湾很独特的文化。对，没错。古时候涂鸦本书，你都得看到懂 TPA 的素材，可能对于大家来讲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冷门的素材算是有蛮个好搞的，这就在书底度同大家来分享。对，古时候最后一点点时间，姐姐来跟大家分享，买到一本书，都得去哪一片买，可以去哪里买？其实网络商城都买得到，不过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去自己家附近的独立书店去买这本书。虽然我不一定每个独立书店都有铺货，不过可以打电话去问看看，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独立书店，我这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蛮多独立书店的。对，就是我觉得独立书店是需要大家去支持的。对，毕竟他们经营也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跟风格。对，这也是，就是你去了解那个地方的风格，然后就是更了解那书店，你会对你自己所在生活的地方就更有认同感。没错，古时候大家做得来多支持一下哦。节目清理 NFL 去卡拉 OK， 来问姐姐几个有趣的问题哦。我觉得这题目蛮有趣的，先问第一题：骑 U bike 租金最高几多钱？租金要800多块。哇，你是骑去哪里？骑了800多块？那个高雄美浓骑到那个屏东高速离港，然后再骑回去美浓。好疯哦，这骑了很远呢。对，就是山，然后平原，再回去山。但是这就是你旅行的其中一个方式。对，其中一个方式。因为安永就是在近行近看，上尾东那片停下来，就是很随性。对。那下一题，最近听到的一首客家歌。最近听到的一首客家歌就是邱子轩
黄子轩，对不起，黄子轩的那个牛骚那张专辑都很好听。对，好，同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桃园的客家人姐姐，一下出的一本书，大家都得来好好支持一下。所以今天谢谢姐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对，谢谢，谢谢你。那什么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可以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向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